湾话艺术水个好，搁请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咱来研究2句较奇特的台湾人用鬼用神比拼写出来的俗语话。头一句，咱来讲有缘在身的兄弟人，有路无厝无依无我，讲我歹梦歹过日，哇，实在足够舌。这个话，互听到感觉真苦楚。梦歹歹伫咧脚正拼过日，一咧想，咱嘛知影讲，这就是歹胎，就是已经有案啊，毋是干那讲户口簿啊吊伫咧电火条顶，讲流浪人尔，毋是。过去所有种种亲人中间相处幸福的日子，如今变做伫咧脑海内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这当今我面对世间茫茫渺渺，已经无得去我咯。所以，毋才回想讲因过，人在福中不知福，不时人都来弄问一寡知己朋友，拢讲咱清闲，逐工都安尼困到透中昼，有诶佫甲咱亏，讲你困到第几点啊？即句困到第几点，原来用鬼用神比拼台湾诶俗语话对啦，一个想嘛知。头一点叫做真公王，第2点叫做楚江王，第3点叫做宋帝王。搁前安尼要搁斗，因为你斗了无准对。我嘛会记咧讲第10点叫做转轮王，10殿阎君嘛。困到第几殿，就是讲你困了有够乐眠，困了有够清心的，清幽清闲搁清心，安尼才会互亏讲你困到第几殿啊？原来用鬼神来比拼的台湾俗语话，当然咱知啦。咱知影讲，互相中间若是咧斗怨的时阵，要教一个啊拄头的时阵。这个社会咧跋扈的话，应用了更较普遍，所以若咧共呛度，讲你毋是廖添丁，我毋是高显玲，咱2个免结冤仇，这句伤过斯文啊！兄弟人拢讲你鬼我严道，吼，这原来用鬼神相比拼的俗语话，你鬼我严道啦。简单讲啦，胭脂马去撞着关老爷，恶马恶人骑，有影人去搞写，地质林老师作词这条歌。若讲伊爱汤干蜜甜，人伊嘛讲你是问我是串，若要上山要输赢的时阵，恶马恶人骑，你鬼我严道。原来用鬼用神比拼俗语话一个应用，铺在眼前迄款的形象明。当然人头较好，毋才有这条变巧写这个艺术的台湾话。